This is so funny. Hello， 各位損友，大家好啊！我係習總書記啊，歡迎大家嚟到病理研究室啊！嗱，今日咧係2025年11月11日，禮拜二噶。嗱，咁啊，話說咧，近日香港藝人海俊傑咧突然間開 live， 咁然之後咧就聲淚俱下，咁就為佢患上咗急性肝硬化嘅太太籌集醫療費喎。嗱，咁啊接落嚟咧就會播放海俊傑嘅影片啦。嗱，咁喺度咧就友情提醒啊，咁啊由於今一集咧係病理研究室，咁啊今次咧就專門講中共活摘器官噶，咁啊所以呢個節目內容咧係會較平日豐富噶，咁啊而且影片中間咧仲會有人係偷影到喺北京醫院內部討論器官買賣嘅細節噶，咁啊所以希望大家係睇到最後。好啦，我哋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去片。大家好，我係藝人海俊傑。我而家身處喺廣州中山大學醫院附屬第一醫院。我太太患有急性肝硬化，喺呢2日裏邊係醫生係話可以換肝。但係我哋已經喺瑪麗已經住咗20日，喺10字車裏邊咧直接轉介過嚟呢個廣州中山醫院。喺錢銀上咧，我哋咧就係籌好嘅朋友咧，就係已經籌得70萬，但係咧我哋而家係仲爭70萬。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如果可以幫到幾多嘅就幫幾多個，因為每一分每一秒咧都係時間。而家我係可以證明，而家係11月8號，而家係夜晚10點鐘，而家係夜晚10點鐘。我係海俊傑，我唔係騙子，我之後所有好多嘢可以 prove 俾大家睇。我太太係呢2日係可以換肝噶啦，但係真係好爭好多，真係爭一半錢。我哋籌70萬，而家有150萬，就係因為每一個 patient 都係有病態好唔同嘅，希望大家可以幫到一分，幫到幾多就得幾多。好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幫忙，唔該。好啦，嗱，睇完條片啦，嗱，成件事咧最關鍵嘅魔鬼細節咧唔係籌錢，而係佢透露嘅時間差。嗱，佢太太喺香港醫院入院等候換肝，等咗20日都未有，但係一轉介上廣州中山醫院，院方就話咧呢2日可以做手術，而且代價咧就150萬。嗱，好啦，咁啊，如果唔係急性嘅話咧，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如果你係要換器官嘅話咧，咁啊香港至少要係排幾年啦，係嘛？咁但係咧大陸咧就2日就搞掂喎。好啦，咁啊就喺我哋分析之前咧，嗱，我習總書記咧就想喺呢度停一停，就問翻在座嘅咁多位一句：如果換轉係你點樣揀啊？嗱，一邊咧係你最親嘅人，你老婆、你阿媽、你老豆，嗱，咁佢哋唔換肝嘅話咧，就絕對死硬噶啦。咁啊另一邊咧，你就心知肚明啦，係嘛？你能夠喺2日之內拎到呢個肝，就意味住有另一條生命要為你而被了結。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你點樣面對你自己嘅內心呢？嗱，如果換作係我呢，我係唔會去剝奪另外一條生命去換翻我老婆條命噶。咁啊，至於在座各位損友呢，我就唔知你哋點諗啦，因為每個人嘅想法唔一樣。總之我就唔會啦。而呢一個呢，就係香港網民嘅反應啦，就係點解睇落咁涼薄嘅原因。嗱，如圖所見呢，香港網民嘅評論呢，並唔係一面倒嘅同情噶，反而係充滿咗一種睇穿世事嘅犬儒同埋恐懼啊。嗱，啲留言就話有錢就換到，大家都唔奇怪啲器官喺邊嚟噶啦，咁啊淨係諗點樣捐錢，咁捐錢嘅係咪幫兇啊？咁幫你即係傷害緊一位無辜嘅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啦，咁就借要還，眾籌咧就唔需要還嘅。賣器官咧就正仆街嚟嘅，千祈唔好捐錢俾佢啊！嗱，喂，點解網民咁講呢？因為我哋本能上咧就知道海俊傑唔係一個病人，佢係一個客戶，佢唔係去輪候，佢係去買貨，佢揀咗條我哋大部分人都唔會揀嘅路，而呢種恐懼咧唔係今日先有噶。嗱，大家記唔記得2022年底啊？咁啊，香港係有一個子希 B 女咧，係接受咗內地捐贈嘅心臟，當時咧港共政府係大肆宣傳，話係無疆大愛，跟住即刻咧就推中港器官互助機制啊！但係香港人嘅反應係點啊？唔係感恩戴德，而係爆發咗史無前例嘅取消器官捐贈登記潮啊！點解啊？因為即係我哋香港人咧唔係白痴嚟嘅，即係我哋本能上咧就知道呢個
大池咧係有幾污糟啊！好啦，今日問題就嚟啦，即係我哋香港人嘅 logical 咧就係海俊傑嘅香港醫院係等20日都冇，呢個冇咧先至係正確嘅。點解啊？因為器官移植咧本身就係一個救一個嘅悲劇。即係你要等一個善心人啱啱好意外咁樣死咗，又啱啱好肯捐，又啱啱好 match 到你，呢個先係極度困難嘅。咁點解大陸可以2日就有呢？你又點解可以咁 QK 有個人腦死亡，而且出高價就有？咁咪就係買兇殺人咯，係嘛？嗱，我哋就嚟睇下呢個賣兇殺人嘅續命天堂呢，佢嗰條產業鏈呢係點樣運作㗎？首先呢，呢個係一個半公開嘅生意。嗱，如圖所見咧，呢張就係另一直擊影到喺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影到嘅相。嗱，你睇下，佢哋係專登整一個告示，清清楚楚咁樣寫明港澳台患者腎臟移植申請流程。嗱，呢個已經唔係醫療，呢個係一個銷售窗口嚟嘅。好啦，咁啊，點解佢哋係可以做到即點即精嘅呢？即係佢哋嗰條供應鏈啊，係有幾恐怖呢？嗱，跟住落嚟呢條片呢，先至係戲肉。嗱，呢條片呢，係嚟自北京武警總醫院㗎。是，他们做的手术，他是肾移植，肾移植多少钱？那看啥时候做的，多少年代，哪个年？他是以前做的，我4个月，在这做的中没那么的。做哪一次？做反正我在这儿做，你在这儿做，做的什么呀？做的肝移植。他那个8.1，你那个还是3.几。你做的怎么样？行，挺好。我这次就是吃中，在家做用眼贴的，整出毛病来。你什么时候做的呀？我是去年做的，是一个月了。那还挺好移植的。那你那个还行，他太等到了。我去年高可多，今年不行。是吗？8.1也不低呀。那你那是干嘛？等一会儿出来了呢，在这等着，一会儿走了。我也3.1。你那别着急，没怕，你问他，他就给你出招。没事儿。你那怎么等到的呀？哪儿啊？你上这儿来排呗，他就给你整，大夫就给你想。多少钱？好的，等会让我给你打的。给他吧，快去。明码实价，去年肝是40，肾是35，今年不知道多少钱。你等了多长时间？1周。等了1周就等到了。去年可多了。今年好像他们这军队管理有点保守。去年可多了，肾一天都换2次。那会不会有病啊？这人？那能吗？得健康的人才能给你换，那得负责任啊。你没问他怎么来？不用问，人也不用跟你说多大年龄、啥人、男女都不用跟你说。他认为健康你合适，你这枪够用就给你，他枪用就给他，还得血型你。这么快啊！那你办个家庭？哎呀，你救命了就不考慮錢啦。對，可以。嗱，好啦，睇完條片啦，咁啊大家亦都聽得好清楚。嗱，我哋就盤問一下呢份口供。咁啊個調查員咧就問個女病人：你換肝係等咗幾耐啊？佢點答呢？1個禮拜。咁啊調查員就再問啦：幾錢啊？咁啊佢又點答啊？佢就話明碼實價，舊年肝係40萬，腎就35萬。咁啊最寒心嘅係呢一句啊，佢就話舊年嘅器官來源好多，腎一日都可以換2到3個。喂，屌你試諗下，一日換2到3個腎，呢個係咩概念啊？好啦，咁啊調查員就再問啦，咁啲器官係喺邊度嚟㗎？咁啊佢點答啊？就唔使問啦，咁啊醫生就會同你諗辦法㗎啦。咁啊最收尾咧，佢仲爆多一句，今年好似佢哋嘅軍隊管理有啲保守。嗱，你將所有嘢嘅串埋一齊，1個禮拜明碼實價，一日換幾個，唔使問來源，軍隊管理。嗱喂，呢個唔係捐贈，呢個係按需供應嘅屠宰場啦，直頭就係，好嘛？嗱，你再睇埋呢張圖啦。嗱，如圖所見咧，呢個人嘅朋友圈嘅截圖咧就係影住南昌大學第2附屬醫院，字幕咧就寫住8間手術室，18個手術同時進行。好啦，咁我哋咧就喺度拋個書包啦。嗱，當一個人心跳停止之後咧，血液係唔會流噶，咁啲器官咧就會即刻缺氧，喺幾分鐘之內咧就會壞死。嗱，呢個咧就叫做熱缺血時間。咁啊，所以咧，如果你係等心跳停咗嘅人捐贈，你係冇可能做得到18個手術係一齊做嘅。咁唯一嘅解釋係咩咧？就係呢18個捐贈者喺被推入手術
術室嘅嗰一刻，全部都仲係心仲跳緊嘅腦死亡狀態。咁啲器官咧係100%係新鮮嘅。嗱，呢個就係按需屠宰嘅科學原理啦。嗱，你一落 order，佢就喺嗰個活體儲備庫入邊揾一個 match 配對到嘅人，將佢變成一個腦死亡，然後咧就按需嚟劏。嗱，呢個咧就係國家級嘅人體零件雙軌制啦。嗱，佢係有一條明軌嘅，就係日日宣傳自己喺2023年係有6454例嘅公民捐贈，但係佢同時係有一條暗軌。根據獨立調查嘅估算咧，中國每一年實際嘅移植量咧係6萬到10萬例噶。嗱，中間呢個10倍嘅數據鴻溝咧，就係由呢啲按需屠宰嘅恐怖產業填滿嘅。好啦，咁啊一個將人體當成零件嘅產業，自然就會衍生出下一個問題。你嗰啲零件拎完之後，咁啲廢料即係條屍點樣處理啊？嗱，如圖所見咧，嗱呢一部就係移動火化車啦。嗱，你睇下佢噴嗰啲橙紅色嘅煙咧，嗱再睇下下邊嗰啲字幕係點寫啊？又俾活摘器官啦。中共國警方就話揾到一個通報失蹤細路仔嘅遺體，但係奇怪嘅係即刻叫嚟移動火化車，立即將呢個細路仔屍體火化。有唔少目擊者就話細路仔嘅屍體眼同埋腹部都有被挖開嘅痕跡。嗱，呢個咧就係成條產業鏈嘅邏輯延伸啦。嗱，當你暗鬼殺人攞完器官之後咧，你最需要嘅咧就係一個移動嘅唔使登記嘅毀屍滅跡嘅工具。嗱，呢個亦都係解釋咗一個最荒謬嘅數據。喺中國全境咧係據稱係裝咗7億個天網鏡頭噶，但係同一時間咧，根據佢哋嘅民間機構20年嘅報告咧，中國一年嘅走失人次咧係100萬。一個裝咗7億隻天眼嘅天羅地網，點解可以容許100萬人喺入邊被消失呢？嗱，呢個就答案啦。但係成個非人化嘅邏輯鏈咧係仲未完噶。嗱，當你將人體視為零件，將屍體視為廢料咧，嗱，咁啲殘渣又去咗邊諗到呢？嗱，如圖所見咧，呢啲就係近年嚟喺中國吉林、上海多地咧嘅網民喺食物入邊咧係食出人牙嘅新聞噶。嗱，呢個就係成個病理嘅邏輯終點啦。嗱，當一個體制已經係將人徹底資源化同埋零件化，佢哋對人體殘骸嘅處理咧就會失當到一個地步，最終咧呢啲殘渣就會喺呢個飯碗嗰度出現噶啦。你可能會問，喂，搞到咁個體制點樣掩飾啊？嗱，等我同你講一個100% 發生過嘅荒誕故事啦。嗱，就喺23年咧，嗱，江西就有個學生就喺飯堂食到一嚿老鼠頭。嗱，點知咧由學校當地嘅市場監督局都出嚟聯合宣稱嗰嚿嘢咧係鴨頸嚟㗎。嗱，呢單係指鼠為鴨嘅事咧，係搞到係全國譁然嘅。最收尾就要出動到省級嘅聯合調查組介入，先至夠膽承認，原來嗰嚿咧係老鼠頭嚟嘅。嗱，呢個咧就係佢哋嘅病理模型啦。嗱，一個夠膽出動省級力量，公然指鼠為鴨嘅維穩嘅體制咧，佢就有絕對嘅能力，亦都有絕對嘅意願，將嚟自良心犯嘅器官強稱為嚟自公民嘅捐贈，係嘛？將6000萬宗嘅移植就屈成6000宗嘅捐贈。當你食到人牙，佢就話係豬牙。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嘅最終結論啦。嗱，海俊傑呢單嘢咧根本就唔係一個香港人嘅威脅，佢係一個香港有錢佬嘅續命天堂嘅宣傳廣告咯。嗱，佢唔係受害者，佢係一個宣傳大使啊！佢係喊住口咁樣話俾全香港嘅權貴知啊！喂，你哋睇唔睇到啊？香港嗰套倫理係冇用噶，幫唔到我老婆啊！大陸呢一套產業，嗱2日就有啦，先至係掂噶，係嘛？嗱，佢咁樣宣傳一下呢，以後香港個個唔想死嘅有錢佬呢，都會攞錢上去大陸買兇續命噶啦。而呢個呢，就係成件事最恐怖嘅地方。嗱，呢個呢，就係香港嘅道德淪喪啦。好啦，咁啊呢條片就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